各位宏志國居民，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幾句心底話。政府最新公布，已經有193戶，即係77.8%嘅宏志國業主簽咗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，確認有意向政府出售業權，亦即係話已經正式過咗原先75%嘅門檻。呢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呢個結果代表原本適用於宏福苑 A 字基座嘅長遠居住安排方案，而家正式開放俾宏志國業主參與。講得直接啲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機會，而且係一個唔應該錯過嘅機會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我相信對好多街坊嚟講，最辛苦嘅從來都唔止係單位本身，而係成個家庭未來點行落去，究竟仲要等幾耐？將來可唔可以返去住？就算返得去，又要面對幾多維修、管理、法律、財務上嘅問題？坦白講，呢啲全部都係未知數，而且預拖只會令大家愈辛苦、愈不安。有啲街坊可能仲會諗，不如再等等，睇下之後會唔會有更好安排。但問題係，而家擺喺眼前嘅係一個相對清晰、相對實在嘅方案。政府提供咗現金收購同埋樓換樓兩個選擇，又透過特設銷售計劃預留咗一批單位俾大家優先揀。仲有而家宏志國納入方案之後，政府再額外增加496個預留單位。換句話講，大家而家係有更多選擇，可以為自己同屋企人重新安排未來。我想喺度特別提醒大家幾個重點。第一，唔好拖，因為房屋局已經講明，接受政府收購嘅業主要喺10月15日或之前簽署買賣協議，而且如果最終正式簽協議嘅人數跌返落75%以下，政府係有權唔繼續收購。即係話而家過咗第一關，唔代表成件事已經100%完成，仍然需要大家繼續配合，盡快落實。第二，越早交表，越早揀樓，呢個真係好關鍵，因為揀樓次序係按政府收到已簽署信件嘅日期去排。你早交就早啲揀，你早啲揀就大機會揀到自己心儀嘅單位。呢個唔係宣傳口號，係實際安排。遲交表，可能到你揀嗰陣啱你心水、啱你家庭需要嘅單位已經少咗好多。第三，唔好以為再等落去一定更好。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都講得好清楚，政府冇預期全部業主都一定會出售業權。如果剩返一部分業權之後，真係要用立法處理，唔單止可能有司法覆核，甚至連補償安排都未必比而家理想。換句話講，而家你手上有一個比較清晰、比較有保障嘅選擇，將來未必會有同樣條件。其實講到底，對一個家庭嚟講，最重要係咩？唔係無止境咁等，而係盡快安頓返落嚟。小朋友要返學，長者要照顧，日常生活要繼續，屋企人都要慢慢走出陰影。與其日日困喺不確定之中，不如把握眼前機會，早啲交表，早啲部署，早啲重新開始。當然，我都要講清楚，安置居民同追究責任係兩回事，但兩樣都同樣重要。社會當然要查明真相，政府亦一定要依法追究責任。呢方面唔可以放鬆。但與此同時，對街坊嚟講，先為自己同家人斬到一條穩妥出路，亦同樣重要。所以，我喺度真誠呼籲所有宏志國業主，把握而家呢個機會，盡快交表，盡快確認，盡快揀樓，唔好再猶豫，唔好再拖延，早一日決定，就早一日可以重新出發，早一日安頓好屋企人，就早一日可以重建家園，重拾安寧。多謝大家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